这个中秋项目嘛，一定会来烘虾啊！虾啊要安怎来敬礼？台湾草虾甲养殖协会理事长伫网络直播拍卖，来推销着优质的台湾虾。讲伫个口感的方面，台湾虾肉质是 Q 鲜搁脆。买的时阵，都要注意这个虾的外观是毋是有光度，虾仔头、虾仔身是毋是有烧嫩瓦，青青啊甲黏是毋是有弹性，片起来是毋是无臭味。这些小撇步，拢会当互咱买到好食够新鲜的虾仔。中火烘过了后，再搁冰冰，中秋要到啊，烘肉一定要有的虾啊，真抢市。台湾的虾啊，甲进口的虾啊，口感有啥物无共款？台湾虾哈，最大的特色哈，煮熟了以后，你会看到全部变成西字形，而且新鲜的虾子哈，这个尾巴哈是张开的。煮过了后，台湾的虾啊，色水较红，虾头虾身袂分开；进口虾啊，色水较浅，虾头虾身拢分开。养殖地直接用直接抓起来捞起来，捞起来之后。就是急速冷冻，全部都不会有添加任何的一个药物。台湾草虾甲养殖协会理事长公开直播拍卖本土市的虾啊，要消费者更加了解台湾虾，还是讲要买虾啊要安怎拣较好？有3个小撇步：新鲜的虾啊较金，虾头虾身拢黏做伙，肉质较 Q， 片起来无怪味。若符合这要点，虾啊就较青。